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6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立图书馆结合上主册以及3馆农有线电视，举办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小小主播夏令营活动，今年迈入第2届，教导小朋友有关新闻记者主播甲电视节目的相关知识，嘛希望养成学员阅读的习惯，培养实力。由台南市立图书馆所规划的“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节目，是希望透过电视节目传领小朋友亲近阅读。市立图书馆对去年开始，甲双主册3馆网有线电视以及台湾乐读协会共同规划小小主播夏令营，让小朋友透过营队来了解记者甲节目相关的知识。今年也继续来举办6号上午伫市立图书馆正式开课。透过一系列的课程，要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台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玉珍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小朋友熟悉图书馆，并把伊当作一生的好朋友。我们办理小小主播夏令营呢，主要是让小朋友可以来学习不同的事物之外，也可以来多多认识图书馆。那因为呢，我们一生呢都是在学习，在这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希望小朋友呢，透过认识图书馆了解阅读这件事情，把阅读当作我们日常的生活，把图书馆当作我们一生最好的朋友。为了让每一个小朋友拢会使近距离的甲老师互动，所以也限制了30个名额。主办单位就是希望小朋友甲这个专业人士更加熟悉，用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专业的知识。同时也有连续2年拢参加的小朋友，伊也感觉今年的活动更加好耍。如果明年也有办，伊也会继续来。我已经连续2年来参加了。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的活动，原因是因为我想要了解记者跟主播都在做什么，他们的工作范围是什么。我觉得今年的活动比去年的活动还要好玩，如果明年有办，我也要来。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想要更了解记者和那个主播的工作以及电视台的资讯。今年也安排了知名的作家陈树仪老师以及主持人詹庆玲，甲学生分享因的经验。接下来嘛，将要伫双主册有线电视安排一系列的实作课程。如果是有兴趣的家长，明年也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关怀弱势家庭，议长郭信良上午会同劳工局长甲一个志工社团共同会勘安南区一位阿嬷厝内，发现50多吨的家厝仔年久失修，所以要求相关单位来斗相共修缮，让阿嬷较好的居住环境。位伫安南区云南里叶姓阿嬷这间家厝仔，甲周遭的犯厝比起来，实在是天差地地。不但厝遐破破烂烂，而且内面的墙面因为漏水拢生壁癌。高龄90多岁叶姓阿嬷，因为行动不便，长期倒伫个门床顶，目前拢是靠社会局的居家照护人员甲后生照顾生活。议长郭信良一知影消息，马上会同劳工局甲帮屋修缮的志工前往会勘，希望会用改善阿嬷住的品质。要怎么协助啊？那原则上呢，那我们就这几个单位呢，他们都有来。那分部门呢，就尽量让他们这个环境，比如落后啊，这个华山基金会啦，整个爱心都有人都来这边的，但是都没有实际上进一步让他们这个这一家人就受到很适当的照顾。那今天特别我们劳工局呢邀请这个单位来，我们简历的这边的整修呢，会适当的处理一下，让他的居住环境更舒服。更慢慢火热来擦地，整个居住环境改善一下。阮今仔日现场探勘了，因为阮今仔日木工、水电、土水、甲大梯厝的，拢有来。当然，阮会评估了，这个设计图出来，会或者案主伊做确认啊。当然，阿嬷是90几啊，可能无人确认，所以因有后生，我们让他确认。那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改善的？比壁啦、厝顶啦、相关的水电因为是让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专业度是蛮够的各专业度他们都评估分工啦，应该那负责的部分因为认养过去了，是让我们在做一个总整合，或者说这样，所以我们在专业度上是还蛮够的。上午做伙会刊的包括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大台南总工会以及木工、电器等侪工会，拢共同关心，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为阿嬷的老厝来做守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青年朋友伫个一场上应该爱有啥物款的态度？面对身份甲工作转换，又搁爱安怎应用呢？乐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所属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特别举办达人讲座，邀请知名的歌手演员施意男来分享家己的心路历程，鼓励少年人爱专业、敬业并且乐业。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青年职业中心3日举办 YS 达人讲座，邀请到具有演员、歌手以及烘焙师等多重身份的施意男，分享家己面对身份转换的心路历程。也因为施意男的高人气，嘛有现场客满了真侪粉丝，要来一睹偶像的风采。分署长刘邦栋表示，施意男结合歌手、演员、烘焙师，即马又搁出册，给了作家的身份，希望透过因的经验分享，让青年朋友在职场上有正面的力量甲鼓励。今天这样邀请施意男来跟各位分享他从年轻到现在整个职涯的心路历程，所以欢迎我们青年朋友踊跃来参与我们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各项活动，那希望可以帮助各位青年朋友找到人生的方向。对着家己多层身份转换，施意男讲，学习就是上好的保养品，而且不管面对任何工课，专业、敬业、乐业，拢是必要的态度。学习是最好的保养品，因为学习可以让我们一直 keep 住一个状态，然后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一直累积，所以成功那个位置就是你的。然后我在这还要跟大家分享。专业是必须的。当你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专业一定是必须的，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要有专业，人家才会请你。接下来就是敬业，你的态度，你工作态度，你尊不尊重这份工作，都是看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如果好的话，那你敬业，人家当然会愿意用你。然后接下来是乐业，所谓乐业就是你要爱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工作要是享受的。为了感谢施意男的分享。分家人分署嘛特别制作专属的围裙送给施意男。施意男在讲座当中，除了分享经验，嘛再来演唱，让参与的民众收获满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歇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莫拉克洪灾届满10天，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特别选伫10周年前1天举办灾后福建研讨会，邀请灾区县市公家机关甲社区的代表参加，现场阁安排密室逃脱的游戏，提供大人甲小朋友做伙参加，要互洪灾观念向下扎根。风台季节来临，农委会水保局台南分局特别选伫莫拉克洪灾10周年的前1天，伫台南举办莫拉克10周年灾后复建的系列活动，除了有研讨会、专题演讲，另外结合百货业者，伫个会场嘛设置了密室逃脱的游戏，提供大人小朋友透过游戏当中，
加强平时的防灾观念。第一个的话，就是借由这次的研讨会，大家来看看过去的一个经验，来做一些淬炼。那同时提供给一些年轻的同仁，希望他们未来在遇到大型灾害的时候，能够有相关的经验，可以来做一个学习。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在我们过去推动莫拉克的一个经验来看待的话，我们觉得基层的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试想，那这个下一代长大之后，如果他们都能有防灾的概念，那我想对于防灾工作的推动会有很大的注意。时间过得很快，1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对于防灾，我们有努力的空间。那这一次台湾大圆百特别一起来响应这样子水土保持的一个宣导的活动。那我们在现场还布置了一个密室脱逃的一个情境然后来提供给一些民众们来参与活动，利用活动轻松的方式来得到整个我们的防灾教育的一些观念。除了密室逃脱，另外水土保持局嘛，伫个百货广场摆设水土保持的宣导车，甲土石流的观测车顶，互民众会用个就近体验土石流的防灾上新科技，透过游戏达到教育宣导的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让七夕爱情嘉年华的活动，除了来台南拜元老以外，也当品尝台南的美食。今年特别推出爱情城市、元老庆典、甲恋人絮语等3大主题活动，邀请民众来欢度无同款的七夕情人节。台南几啊间知名的外岛庙，拢是侪侪男女会来拜拜求姻缘的所在。为了将台南打造成为爱情城市，市府这几年也积极推动七夕爱情嘉年华，透过外岛信仰的庙宇，结合在地的饭店甲各行各业，今年依照3大主题，将整个台南打造成为适合恋爱的城市。市长黄伟特也希望大家会使来台南谈情说爱。那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恋爱的季节，七夕又是七夕情人节，然后台南又有许多月老庙，借着月老的元素，借着七夕的元素，借着爱情的元素，以及借着产业的元素，能够把它串接在一起，能够在这个台南发光发热而且能够让爱的种子萌芽。这届民政局也佫推出了去年非常受到欢迎的月老口红，同时今年也有3间新的庙宇加入，所以也设计了全新的商品，并以着希望线为主题，希望帮助所有找找爱情的民众。在这个今年的七夕但我们的8月6号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希望线和成功线。那希望线呢是我们这个新增的这3间的月老庙。那原本的成功线呢是在我们府城的旧城区里面，那非常欢迎大家，我们有口红还有彩妆组，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来一次来集满这个期间，然后希望大家呢今年度的这个爱情运势能够蒸蒸日上。这届伫台南各大景点也拢有推出侪侪七夕爱情嘉年华相关的活动，要互来台南佚佗的朋友会使感受到满满的爱情气氛。如果想要了解详细活动的民众，也会使上网来查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结婚请人客又阁有新选择，高星级饭店就推出浪漫又阁热烈的婚礼市集，让人客好亲像是伫参加国外天皇婚礼同款，真受到少年人的喜爱。为了让想要结婚的新人有了舒适约会以及规划宴客好选择，香格里拉台南大饭店特别以浪漫热烈婚礼设计形式，结合婚纱、摄影、餐饮等业者进驻。打造台湾少见的草地音乐婚礼，受到少年人欢迎。我觉得现在客制化的婚宴还不错，因为现在新人的一些想法已经跟以前有差别了。那现在的话，新人的很多一些，他们不再想再遵循比较传统的那一些习俗，反而有一些想要蹦出一种新的想法，因为想要一个婚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嘛，所以当然会觉得说，如果有像融合一些西式的跟中式的结合，当然是会更好。那像今天有参加这香格里拉的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给新人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把音乐市集的一个户外概念，把它移到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饭店里面，你也可以办一场别于以往就是传统的婚礼。那年轻人很喜欢市集的
的一个概念，野餐的一个概念，然后跟朋友们在野餐里面，然后分享自己的喜悦。这一点，我们香格里拉可以为大家服务得到。也则将音乐、草地、市集等清新的元素搬入到宴会厅，让现代的准新人在幸福轻松的氛围下完成结婚的大事。相信这种类型的婚礼会受到真侪少年人的关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得降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